宝藏们，曾宝仪的人生藏宝图推出宝藏限定会员制了，在这里你可以听到独家集数，包括宝藏来信、好剧、好书，还有我的旅行日记碎碎念。加入我们，未来还有更多福利在等你哦。对了，宝仪我本人还有机会跟你交流啦，而且还有很多平常我不会跟别人讲的事情，都会在这里跟你讲啦。大家好，这是万城里长办公室，我是王来，我是莲雾。咱今仔日要来讲佚佗。对，因为咱进前有一集咧是咧做台湾的佚佗的所在嘛，所以这一集咱想讲来了解万城的佚佗的所在。安尼就是讲对万城无熟，还是讲无计划来英国佚佗的里面，其实嘛是会当趁即个机会来加熟悉即个城市，还是讲透过咱咧对即个城市的认捌，你会当用共款的方式去用伫你未来要去佚佗的别个城市嘛，是拢会使的。对其实咱进前伫 Season 1的时阵，阮要结束的进前拢会小介绍一寡阮介意去的所在，还是餐厅。希望大家会当搁转去听阮 Season 1去找看觅。阮即届搁要介绍有小可无共款的所在，互大家熟悉安尼。对，其实我有袂少的朋友拢会来英国佚佗，但是大部分的人拢袂排来万城耍，因为我感觉万城互人印象就是骹球队啦，还是讲 Oasis 啊，所以除非讲你是即个骹球的迷将，还是讲你本身有咧听英国的摇滚乐的朋友，无你来到万城，你会毋知要耍啥。所以我想讲会当以一个里长的身份来互大家即个指点一下。我你干事的可能补充一个。对，安尼则个麻烦你啊哈。好。咱开始之前，我想要分享一个我伫澳洲旅行一寡想法，就是讲你一个所在要有互后世人会当欣赏的即个，还是讲打卡 check in 的即个历史的景点。第一就是你爱有城邦还是帝国，比如讲英国的即个帝国，第二就是讲迄个所在爱有钱的人，你着爱安尼，你才有法度起足水的厝嘛，才有法度，比如讲伫英国拢是有钱的人，因会起一个足水的别庄，内底放足侪因去收来的，比如讲艺术品啊，还是讲无共所在收转来的食物啊，对，是即款的物件，安尼后代人才有法度去看安尼。是讲伫台湾可能爱加入第三点，就是后来的统治者愿意甲遮个所在留落来，还是讲伊拄好咧无用白的物件，即马无用甲拆，安尼才会留落来。无就是无火烧厝，无火烧厝，对，莫名其妙的火烧厝。对，万城即个所在阮之前头一集都有讲过，就是算是诚新的一个城市啦。万城有人住是罗马时代的代志，但是一直爱到15世纪左右，拢也是一个庄仔的即个规模。所以万城会使看到古迹，拢是爱15世纪以后的即个年代才会有的。而且为15世纪到工业革命进前即段时间，其实伫万城住的拢是有钱的家族，因为有伫遮有别庄。所有其他的人可能拢是较有关系，比如讲替因种田的，还是啥物货。以我的理解是安尼啦。除了工业革命前后留落来物件以外呢，足侪物件就是遮的私人的别庄管出来的。所以我有小可整理者就是用一寡无共的路线来看万城的即个景点。
头一个是历史的部分。其实慢城你莫看咱安尼无啥物了不起的啦，但是其实慢城嘛有一寡做了不起的事。对，就伫历史上啦，有创造历史的部分。系啊，头一个是慢城上开始啦，就是罗马人有来到遮，所以因为遮伫遮起一个等于是有拢叫伊 Roman Fort， 就是罗马的炮台的意思。即马就是遐就是剩一寡迄砖啊，你当看会好，涂骹有一寡砖啊，你看袂出来是啥物建筑，但是就是罗马时代留落来的。对。嘿，过来是拄则讲着，就是15世纪左右有一寡较老的建筑。会当讲到有一个是叫做 Chetham's Library， 这是一个图书馆，是1653年的时阵起的。迄个时阵是伫英国公营业世界内底上老的一个公共的图书馆。这个图书馆毋仅是讲伊是一个足古迹尔，伊还有一个足特别的，就是伫咧1845年的夏天 ，Marxus 和 Engels 因是来到即个图书馆来研究经济，伫遮呢，因出版因的共产党宣言。哈？等研究经济会研究到变共产党去哦？对啊，因为就是其实我毋知要讲。因为共产党就是要大家做伙好野嘛，是要安尼讲吗？就是一款经济体系吧，所以因即摆图书馆内底佫有留伊当时是即个图书馆内底所读的经济学的一寡册，含伊当时写即本册的倒啊。过来时间来到18世纪啦，拄则讲到即个 Roman Fort， 就是即个罗马炮台吼，伊所伫的所在叫做 Castlefield。规个即 Castlefield 其实就是慢城即个城市开始的所在。18世纪的时阵呢，才起到一条就是英国第一条的运河。其实真正的第一条伫 Liverpool 啦，这是第二条。但是我足侪人拢会讲这是第一条，我等下会讲是安怎的安尼。这是一个吼，伫乌涂炭咧卖一个贵族伫起的。伊啥人拢会讲这是第一条，因为呢，伊即条运河用的工程技术，互后壁的运河的即个团队会当，互因会当对，所以因规个英国开始大量的起运河，是因为即条运河起了后才开始的。所以你就算讲伊毋是第一条，伊嘛是上重要的迄条。应该是讲伊的工程技术是甲进前迄条无共款，上新的技术是安尼讲。应该是啦，我理解是安尼对。遮你是毋是要介绍一间 pub？ 一间叫 The Wolf， 伊是起伫运河边啊。其实这个所在，我感觉足适合大家去啦，就是有囡仔的家庭嘛，足适合去，因为伊内底有算可能一寡佚佗物啊，迄个倒仔伊若就反正凊彩点一杯凉，你就会当伫遐坐规下晡。外口伊嘛是有拢有倒仔椅啊，佮草坪即摆起厝啊？草坪，这是等。Yes, that's right. Yup. 草坪这是起厝啊！我的天啊，你囡仔要伫咧走？吞口罩。对。口罩。好啦 ，anyway， 我感觉迄当阵未起厝的时阵，我感觉伊遐风景真水。系啊。对啊，而且我看阮翁的结婚的相片，其实是伫遐翕的，因为迄条运河边啊，伊有，比如讲即间 The Wolf， 伊是18世纪起的嘛，边啊遐有一寡砖仔起的厝，拢是工业革命时代的仓库。即摆遮的仓库，因拢甲
改做公务来住。哦，所以伊有18世纪的即个砖仔厝，过来呢，伊佫有用钢铁起的桥，后壁呢，佫有一个Hilton Hotel 希尔顿饭店。Hilton Hotel 就是咱21世纪的厝啊嘛，所以伊规个你翕相翕起来，就是有18世纪、19世纪、20世纪的建筑，拢会伫画面内底。有一款迄种冲突的美感，嘿。好，安尼继续来，就是搁年代搁较后壁一块，就是共款伫 Castlefield 的附近有一间博物馆，咱应该有介绍过，叫做 MOSI， 就是技术兼工业博物馆。内底有全球的第一台电脑。伊嘛会介绍讲工业革命是安怎开始的，兼万城伫咧科学内底有啥物款的地位？因为伫咧工业革命的前后，万城有足侪科学家发明足侪物件，拢是兼即个工业革命，也是技术，也是车步即款物件有关系。对，其實這攏是即規個吼，攏做按 Roman Fort 甲迄個 Castlefield 甲即個 MOSI 甲 John Ryland， 伊攏是佇附近爾，所以用行攏足近誒。即個 John Ryland 圖書館呢，伊迄內底有保存着2000幾當上原本誒聖經誒殘存誒一部分。伊上樓頂就是一個互人會當看冊所在，伊迄個會當看冊所在的甲迄個 Harry Potter 伊的迄你讀冊所在有正共。所以你若無想要去什麼環球影城，人客人你看迄個話，你會當去這圖書館來體驗一下。真濟人會來這翕相，講這是會講這是兼 Harry Potter 共一個場面安尼。對，還有另外一個我常想到，就是伊遐便所，伊遐便所應該嘛是迄當陣去了後就無閣換過啊，所以伊迄規個裡面就是插頭誒。所以你去用的時陣，你若去上伊的便所，你可以感覺這應該嘛是100幾當的歷史啊，係啊。有無共款的味，無共的屎味，無共的屎味，歷史的屎味，啥物啦？好啦，扭讀啊。對啊，John Ryland 嘛是共款的，就是一個有錢，算有錢人吧。對啊。巧去以後，因某替伊去的，講要紀念，甲伊紀念安尼。好，安尼過來後一個路線呢，叫做基進樹，就是大概知影咱佇頭一集的時陣有講過，就是萬城其實是一個真基進的城市。這個基進的歷史會當為19世紀開始，就是當時佇迄 St. Peter Square 一個 Peter Loo Massacre 200當前對。這個 Massacre 就是講，我會記得是因為向是有國會嘛，國會內底因為萬城的人已經真濟啊，但是國會內底萬城的代表會當代表咱的人數，國會議人數還佫無夠。而且迄我會記得是跟這個皇室嘛有關係啦，就是阮想要較更加佫較民主的，所以就有人帶頭起來抗爭，結果煞互人煞互當時的應該是國王啦，帶兵仔來甲遮個抗議的人攏殺死安尼。對，所以這是一個我感覺對萬城來講是一個真重要的景點。毋過即馬等於來萬城看的人其實攏無啥
咧注意即个景点嘛。啊，毋过我感觉真正是对万城诚重要诶。应该拢甲即个对景点当做是，就是迄上拍卡诶所在啊。对啊，就是迄town hall 啊，市政府啊，对，就翕一个相安尼尔。因为伊遐到尾有规个灯笼柜嘛。对啊，伊诶即个St. Peter Square 斜对面诶有一个 Emily Pankhurst 诶即个铜像啊，万城嘛有保留伊当时伫万城大诶所在，所以会当大家会当去看者啊。跟 Emily Pankhurst 相关诶历史，大家会当去听咱进前有一篇叫做《女性投票权》迄篇，讲着足济看万城最重要诶，即位女性诶一寡故事。啊，过来我阁会推荐一寡，若是有吼，咱正确派诶朋友来咱万城佚佗，我会拢推荐伊去 People's History Museum。啊，你已经知影听名就知嘛，伊就是 People's History， 所以伊内底拢是讲一寡劳工权益啦，还是女性权益。还是讲 LGBT 权益的一寡争取的历史安尼，我感觉嘛真趣味安尼。我感觉其实万城真正有足侪所在，当逐个人去参观去说，只是大家拢较甲重点讲放伫London，我感觉有诚可惜。对啊。啊，过来上落尾一个就是 Canal Street。万城有一个诚有名，就是咱的即个港信园村嘛。对。啊，就叫做 Canal Street。啊，规条街啊，逐个会当，我是建议逐个会当下暗时阵去看一下，伊灯点起来时阵是诚水。啊，伊佫有一个诚重要的pub 叫做 New Union。啊，即间 Union 是安怎重要呢？伊伫即个二战的时阵，伊开始伫咧即内底开始跳即个 drag， 开始有即个 drag show， 华语叫做迄个变装皇后秀。好，遮早。对，啊，就是因为为二战迄个时阵，因开始有即个 drag show，啊，所以因开始咧吸引一寡 LGBT 的族群来遮。拢来遮交朋友安尼。啊，所以慢慢啊，遮就变做 Canal Street， 就变做即个所谓的gay village。啊，我感觉遮嘛是诚值得逐个来看一个。好啊，咱过来第三个路线。就是我感觉英国啦，还是讲万城啦，这做甲足好，就是 repurpose， 就是甲一寡古迹用新的方法去甲因使用。因为我感觉因有一个足好的概念，就是你古迹你若是无用，伊嘛是会歹去。对。啊，所以因甲这古迹改装做别个用途。比如讲，头一个我上爱推荐大家去，叫做 Royal Exchange。伊较早就是逐个伫内底做交易嘛。无益的咧用的一个标定啊，即马是改做即个剧场。啊，我感觉诚水。啊，你会当家就是行入去啊，啉一杯咖啡，还是讲行看看的，还是讲上一个因的便所嘛袂歹。因为附近是拢是踅街嘛，啊，因拢无便所，啊，遮的便所袂歹。好。啊，过来另外一个就是 Victoria Bath。Victoria Bath， 阮进前咧讲秘鲁节的迄集，其实有介绍过，就是进前就是人就是去遐洗身躯的嘛，去遐泡汤的。对。啊，即摆嘛是用做互人办活动的所在。啊，第三个叫做Castlefield 的高架桥。就是大概若是有去大厂看过因遐铁基路是高架起来的，就是同款的概念。啊，这嘛是工业革命时代的铁基路，啊，即摆已经无咧用的。啊，有差不多几十档的时阵，拢是无人咧使用，啊，着放互伊烂安尼。啊，但是因搁去看的时阵呢，发觉讲，因遮的铁基拢
画足侪草啊，画足侪嗯花出来，其实真水。所以嗯因遮的 National Trust 就甲整理你的，变做一个空中的花园。哦，啊，内底会放嘿对，啊，内底会放足侪万城的历史，工业革命的历史。啊，我感觉嘛真袂歹，嘿，因为伊足特别，伊是一个空中的花园。得讲 London 应该无遐悬吼。London 有一个是啥物 Sky Garden，哦，啊，但是 Sky 伊嘛是 Garden 空敢是中的花，啊，伊毋敢是毋是历史，是古迹？毋是哦，对。啊，阮这是古迹呢，较尊重呢。歹势歹势，歹势啊！那迄个体谅高的人，看应该是讲你有啥物了不起，阮是希望钱讲出来啊无？哦啊，阮这毋免钱诶，因为恁迄敢是免费诶哈。要请饼来请饼，迄一张票啊20几磅诶哦，啊尔话伤哦，贵啊吧？超恐怖诶。哦哦，好，嗯后一个 Wetherspoon，嘿，Wetherspoon 是阮伊当阵住伫万城诶时阵，作家去诶一个餐厅，因为伊真足俗，啊伊诶 portion 伊诶分量阁足大，然后伊这是以早诶 picture house，就是算电影伊迄款诶嘛，cinema，哎对啊嘛对，是一个古迹，嘿嘿嘿毋是19啊，哎呀对对对，1914年开诶起诶啊，还是开好好好，啊？我是你讲啥货？就是1914年诶时阵开诶。哦，对啊，你头拄仔讲着啥物 Royal Exchange 嘛？哎对，嘿嘿，我想着迄个 Corn Exchange，哦对呢，嘿，系啊，嘛是拢伫遐附近啊。啊，伊这是就是以早人迄古厝嘛，伊是1903年诶时阵开始哈哈开始用诶，然后因将是甲另外改装做食饭诶所在，复合式餐厅，嘿嘿嘿，食饭诶所在，就是有足啊，侪无共款诶餐厅啊。你若一入去，你若想要食披萨有披萨，食 pasta 有 pasta，食佛有佛。哦对对对，啊，食迄个 Indian 诶有 Indian，还有对对对，啥货啊？嘿，反正你还有咖啡店，哼哼哼，啊，伊则是遐个有想要有迄个旅馆，哼，嘿，哦对对对对，有饭店对嘿，对对，有饭哦对，有饭店，所以你若食饱想要困，嘛会当伫遐困。安尼伤 random 啊吧？好，好。啊，咱则是啥物路线？好，安尼讲完，拄则拢迄拢是历史诶景点，咱即摆来讲一寡少年人爱去诶景点。啊，我若是去到一个城市，我想有诶当时啊，我若是有想要找一寡吼，这文艺青年爱去诶即寡景点，我拢会用两个物件去落去找。第一个叫 coffee roaster，就是咧烘咖啡豆哦，仔嘿嘿诶，嘿。嘿嘿嘿，啊，另外一个就是叫做 craft beer，就是讲迄个精酿麦仔酒，嘿，啊有即两个有即个酒厂呢，含有即个烘大鼻豆仔即两个即两项店的所在通常啦，就是迄款文艺青年的去的所在。嘿，对对对，啊，所以伫万城内底呢，即项物件上出现上济诶所在咧，叫做 Northern Quarter。哦对，嘿，啊，着翻做台语叫做北角，敢对？哦，北角对哈，Northern 呢对呢，Quarter 嘿吼，嘿嘿嘿，对，嘿。啊，Northern Quarter 有啥物特别诶呢？除了遮个咖啡含一寡秘鲁以外呢，伊佫有一寡诚济迄个 graffiti，就是迄因会伫迄壁诶吼，会有一寡街头艺术家会去壁诶画一寡有诶无诶物件，啊来反映伊诶一寡政治诶观点安尼。哦对对对，嘿，我记迄所以会当当阵。去找一寡物件。
对，我记得迄当阵迄个香港迄什么事件？哦，对，迄当阵迄毋是雨迄伞叫名，闹出大反那毋是雨送中，伞，反毋是雨送中对，反对送中，对对对，迄反送中当阵迄遐对 Northern Quarter 的碰够济。对，啊，因通是佫有一个，佫有用一个连农墙伫 Northern Quarter，哦，对对对，对，咱进前是毋是有做伙带一个艺术家去对，啊？阮带迄个读严勇的考软老师，对对对，对，搭嗯，到人歌团的迄个严勇的老师去遐，伊伫遐佫有画伊的图，因为伊足够画图的嘛。嗯，对，除了即几项物件，佫有一个是伊遐佫有咧卖倒仔伊的，就是board game 的店，啊嘛有咧卖manga，就是咱讲漫画的店，嘿，拢是一寡嘿人讲次文化的物件，嘿对，啊佫有一寡比如讲会卖迄古着啊 ，vintage clothes，嘿，就是阮翁拢会讲摕恁阿公阿嬷的衫来卖啊，一开价就要卖人100磅。啊伊个对，啊伊个会讲因遐的人就是无啊拢咧要滴迄无啥物效的无啊，就是拢因诶你有发现伊的无啊拢会滴甲迄耳仔以上，所以拢无看着耳仔，伊就讲伊诶无啊会递送诶，递一个 kimochi 诶。真的，迄要讲啊，因可能感觉迄就是 fashion 啊，对吧？对啊，啊有人就一直讲因迄递送诶，白痴。那就去对啊，佫有一寡 market 嘛是真好耍。伊遐 Northern Quarter 毋是有一个足有名诶，Marky Marky Mayer，嘿，对，啊，你要先介绍一个 Ocean Market 无？因为 Marky Mayer 就是 Ocean Market 来开诶。哦，好，迄个 Ocean Market 就是咱头拄仔有讲着遐顶时遐景点，你若坐一条电车，你着全部拢会当甲遐个所在拢算过。啊，为什物即个 market 我会喜因呢？是因为伊遐个 market 是非常的多元。啊，伊会依照日期有无共款的主题安排，有当时是手工的，有当时是头拄仔讲迄 vintage， 啊有当时是farmer market。哦，要讲啥小龙市啊？哦，会当叫小好，龙市啊袂？啊，会当伊遐拢会当找着一寡手工的芳啊、菜水果啊，还有珠宝啊，啊手工的物件就对了。啊，我之前有摕去讲，伊遐有一间我上喜欢食的 donut。哦，我伫英国毋捌食过遮尔好食的 donuts，就是伫遐食着的。毋过我已经袂记即迄名是啥货啊。哦，过来好，安尼啊，Ocean Market 呢，因伫 Ocean 用甲足成功诶，所以伊后来佫伫迄个 Northern Quarter 起一间叫做 Marky Mayer。讲起一间其实毋对，因遐是有一间本来迄个建筑伫倒伫遐，迄搭呢本来是咧参像迄果菜市场嘛，就是咧专门咧做咧做大量咧工互人挂诶迄款诶市场。后来遐着拢无咧用啊嘛，因为因全部拢用走去 New Spinning Field 啊，拢伫东边啊，所以遐足侪迄较早诶菜市啊，遐诶建筑、遐诶厝拢全拢无咧用啊啦。啊，所以这一直爱到差不多2017年诶款吧。因才开始讲，找着讲，才会当来用即个市仔吼，弄做吼，这亲像迄美食街互人食饭诶。啊，因个安那呢？所以因迄间厝内，迄间场所内底吼，规个迄内底建筑内底设计拢是较早足成诶。
个因迄涂骹爱铺迄插头嘛，因嗯是去附近的一间人嘛是已经无咧用的学校去收因的铺涂骹的遐涂骹来遮铺，等于讲是回收再利用的对啊。嘿嘿嘿，所以你若是行入去因遐的餐厅，你会当看着伊涂骹拢是迄运动店的迄款插头的涂骹，运动馆嘿。内底伊遐个会画线哦，迄因为伊球场毋是拢会画线嘛，比如讲羽毛球啊，是讲篮球迄拢会有画线，因迄个有画线，所以看起来个不离啊水诶，对。真诶哦，我伊甲起好了，我阁毋捌去过呢。但是因遐是有较贵啦，因为毕竟就是较文艺青年的所在啦，因嘛是有去 Macclesfield 做一间嘛，对毋对？对。伊嘛是找以前的建筑，伊即间以前是也是电影院，迄当阵是1911年开的，过来的拢无伫用嘛，无伫用是即个团队看着了后，就甲改装，嘛是像变甲像餐厅安尼啊。袂歹，对。过来一寡是较过来是一寡较历史较无关系的景点啦，这个交互往来介绍一下。因为阮翁伊就是做介看 comedy stand up comedy 就是咱伫讲的脱口秀。脱口秀呢，咱千万袂当看台湾迄个。你若有机会，大家若有机会来英国 Manchester， 真正会当去迄个 Deansgate 遐有一个所在是专门咧看 stand up comedy 的。去体验是一下啥物是真正 comedy 啊，真正 comedian 是有偌好笑。真正赞处是完全无共。加看啦，加看，培养家己的即个赞处。系啊。因为伊迄 comedy 通常拢是暗时啊嘛，所以你若忝了差不多10点外，我感觉结束了会当去 pub crawling 一下。对无？迄 pub crawling 我会当介绍有2间，我甲阮翁真正诚喜爱去的，一个叫 Mojo， 因为 Mojo 伊内底放的音乐拢是较 indie 迄款的。就是有一寡摇滚可能是文艺青年介爱听的一款。伊隔壁有一个叫 The Liar Club，The Liar Club 是有一点Hawaii style 吗？伊内底做侪拢是用 coconut 的调酒，cocktail 即款，袂歹，就是安尼。好。安尼呢，万社的观光就差不多介绍到遮，阁有足侪物件未讲着，毋过我感觉足侪物件就是你爱来遮大一站嘛，是慢慢来体会，有足侪的历史拢是伫咧生活当中的。没错。所以我感觉讲，这互咱的一个想法，就是讲咱一定爱关心家己的文化甲历史。安尼，人咧讲愈在地愈国际嘛。你若是无家己的特色，别人是要来是要安怎要来你遮？无错，对啊。就是感觉后盖的真正会当跳过London，直接来万城。对，而且咱对，而且咱遮来去机场拢是方便的哦。对啊，免受迄个。想去 London 爱坐伊迄 underground 坐足久，好无？阁无电梯，阁无电梯，人阁足济。好，以后有机会呢，咱会当来介绍讲咱英国北部的一寡城市，适合大家去耍的，也是讲为万社出去一天会当到的一寡景点，互大家参考。无就是除了 London 以外的城市，我感觉咱会当来介绍一下，像伫 Wales 个 Scotland 即款的。对。好，以上。
感谢大家收听，是安那？知影，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祝太平安，再会。桥清芳过一池，七彩水过起。